兴，王于兴师，修我革毛。背到哪儿了？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酬。好玩。回去背书去。我不，我和姐姐一起玩玩。我不是在玩泥巴，我是在做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你做的是什么？那么重要？我做的是符节。做符节有什么用啊？做符节是为了找人，找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的敌人在哪？在这宫里，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小冉帮姐姐找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不过姐姐先要考考你的功课。首先你要明白你刚刚背过的《无衣篇》的旨趣。这首诗讲的是什么？说的是秦人征战，兴王师，修戈矛，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分享同一件衣裳，他们同心协力，一致对敌。请问魁姑在吗？你找他何事？我来找他借个绣样。哦，他在屋里呢。我也来弄一个。什么？符节？是啊，姐姐，妹妹刚才听下面人说，芈月正在会院里做符节。她还没完没了了。姐姐，她拿泥巴做符节什么意思？估计她是想用这种方法回忆起符节上写的什么字。姐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采凡，奴婢这就去办。速去速回。是。姐姐，你笑什么呀？你刚才跟我说，芈月她偷做符节。是啊，偷做符节这事儿，说大可大，说小可小，这可是个机会。姐姐的意思是？我美人不是让你去她那儿看她新做的衣裳吗？是啊。你何不即刻就去？妹妹明白。魏良人，大监。魏良人近日很忙啊。大监也没闲着。年纪大了，赶不上年轻的时候耳目那么灵光了。大监说笑了，这宫里的哪件事儿能瞒过大监的眼睛？哦，那魏良人倒要跟老奴说说一两件了。大监定是知道，宫里这些日不少人为那同符节睡不着觉呢。这就是过关的符节，拿给他们看。王后，你都绣了一上午了，还是喝点热汤，吃点点心，歇歇吧。这件玄缎是大王在上元节祭祀时要穿的，我得赶着做出来。这些事情交给缝人绣娘来做就行了，王后何必把自己弄得如此辛苦？这是我给她做的第一件衣裳，从头到尾我都要亲手做。你说，她穿上这件衣裳，会不会记得我的心意？那是当然。王后，
什么事啊？国美人来了。请她进来吧。是。拜见王后。不必多礼。珍珠，赐座。是。不必了，王后。臣妾来这儿不是为了闲坐，而是为了帮助王后追查要案，整顿后宫纲纪的。哦，国美人请说。王后虽然刚刚开始主持后宫事务，但是宫中的规矩大约也是知晓。王后请看，这是何物？这是出入秦国城池和关隘的符节，进宫后大王也给了我一枚。那王后一定明白，朝廷符节在秦国宫中是顶要紧的东西，私自授受他人便是砍头之罪。当然，若有人私自制造符节呢？那是大逆不道，形同谋反，要受车裂之刑。但臣妾听说，竟然有人在宫中偷偷制造符节。王后难道不该秉公查处，查获此人，并告知大王，严惩不贷？私作符节，此事重大，你可有证据？臣妾若没有证据，怎敢轻易登王后的门槛呢？那你拿证据来给我看一看。若要看证据，只好委屈王后跟臣妾走一趟了。是他。大监，能否告诉我，这是何物？这是符节。符节？符节是干什么用的？符节是君王所铸，赐于近臣，过关隘可免业免征。依老奴看，您用这些泥巴捏的东西，非猪非羊，十分丑陋，怎么能说它是符节呢？当真是符节，只不过朝廷的符节是金铜所铸，我这是泥捏的，是用来找人的。王后就到了。郭美人，你说带我去找私自制造符节的人，怎么把我领到这么偏的地方来了？王后不要着急，私作符节之人是跑不掉的。做的一点都不像，怎么拿他去找人呢？我也是无计可施，想试试，还真有用。什么用都没有，此法子不易想，更不易试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大姐，我的芈月，老奴这眼色也不好，你捏的这只东西，你看都掉到水里去了。姑娘就应该绣绣花、绣绣草了，这些捏泥巴都是男孩干的事。王后，郭美人，郭美人，免礼。怎么大监也在？正巧路过，进来看看。没想到王后也来了。姐姐，你有何事叫我一声就是了，何必要跑这么远到我这来？王后有了，人赃俱在。这是我画的小鸭子，你别把它捏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臣妾的确听说芈月违反秦法，私作符节，
这可是杀头之罪。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看。这就是你说的证据？这个就是芈月私自制造的符节？臣妾确实得到消息，说这小院里藏有芈月谋反的证据。如果宫里真有这种事儿，那还真得好好查查了。王后，请国美人将这会院里里外外仔细搜上一搜，不然芈月就此担下洗不清的恶名，国美人也就白来了一趟，显不出她的一片忠心了。国美人，你是搜还是不搜？王后恕罪，此事臣妾大约是听作耳了。哼，几个孩童玩的这些黄泥坯子，竟被你说成是杀头之罪。国美人，你是当我愚钝吗？臣妾道听途说，实在是错了，王后息怒。捕风捉影，无事生非。若任你这样肆意诬陷好人，这后宫岂不大乱？我罚你禁足1个月，面壁思过，并将此事禀报大王。方才都急死我了，我没想到他把我带到你这儿来了。是我疏忽，差点就给姐姐惹来了祸端。你真的做了泥符节？太危险了。我一直想不起那符节上的字迹，又不见大王追查符节的动静，我一时心急，想用黄泥依着记忆把那符节做出来。看来真的有人在暗中窥探，你太大意了。怪我报仇心切，急于求成。还好，幸亏妹妹应付得滴水不漏。不知是我的运气，还是有人诚心想要帮我。什么意思？这符节之事，应当让大王知晓。你要不提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可是大王他能信吗？这事情的头尾都能连上，该算是有凭有据了吧？要不你去与大王说吧，我还是不要去说了，免得大王多心。好。国美人被禁足了，听说大王还专门派人去训斥了他。这回他可是没逮着狐狸，反惹一身骚。哼，这次算芈月他们运气好，碰到国美人这么个缺心少肺的。下次若犯到我手里，定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逃掉。也不知是谁给国美人通的风声，不然他心思比麻绳还粗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留意到别人屋檐下的闲事？那也只能怪芈月仗着自己是王后的心腹，行事太过张扬。夫人，怎么说？你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这是……一封家书而已。姐姐近日收到家书，总是心情沉郁，难道是家中有事？父母年老多病，收到家书，难免会有些伤感。女子远嫁，从夫从子，纵是有故国之思，也要放到后边了。姐姐认为我说的可对？对，妹妹说的是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妹妹先回去了，你们也早些歇息。妹妹慢走。姐姐慢走。姐姐，信上说些什么？他说他会尽快将这符节归还于我，即使有什么差池，他也早有万全之策。
大王，芈月求见。不见。是。等等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你来做什么？芈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何事？芈月终于想起那义渠王手中符节上的字迹了。大王不想知道那是个什么字吗？何字？芈月用了些方法，终于想起，那是个魏国的魏字。大王，此事重大，该立即寻根究底，找出那背后作怪之人。芈月，这些天你已把后宫搅得天翻地覆，寡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你去了，你却不识时务，不知进退，一味胡闹。你从义渠草阳回来已有大半年之久，突然信誓旦旦地说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，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刻有一个魏字。你记性好，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？现在想起来再说，谁知是不是心悸多梦，梦中生幻？寡人最恨后宫无事生非。我问你，是不是王后让你来的？不是，王后并不知晓。王后还算有分寸。大王若不信，何不在后宫核查嫔妃们手中的符节？那便可水落石出了。大胆！一个小丫头在寡人的大殿里胡言乱语，干涉朝政。母亲，在，还不给寡人把她撵出去？是。芈月，走，出去！快走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大王为何不信我说的话？大王不信，自有大王的道理。难道大监也不信我说的话？老奴信不信，并不重要。那你昨日为何要帮我？老奴何曾帮过你啊？大监，回去吧。小时老奴听人讲，说这天会塌下来，吓得老奴是日日都在望着天。直到今日，老奴才知道这天塌不下来。你自己也别跟自己过意不去了，回吧。大王，那小丫头脾气太倔强了。大王放心，在宫里多打磨几年就好了。寡人怕她不知进退，闯出祸来。以后你要多盯着点。是。哼，大王竟然不信我说的话。大王最恨后宫有人多事。这哪里是后宫的事？这明明关系到大秦的安危。既然大王都已经发脾气了，此事还是先放一放吧，免得因小失大。大王发了脾气又如何？我又不需要他的宠幸，更不图他的恩惠。等有一日我抓到仇人，我即刻出宫。妹妹可以说走就走，姐姐怎么办？幸亏妹妹告诉大王，此事与我无关，不然大王说不定会疑心是我在背后惹是生非，兴风作浪呢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哼，难道王后跟那个小丫头一样，不知深浅？让她进来。是。臣妾拜见大王。
王后来此有何事啊？臣妾让从楚国来的乐伎们新排练了几支歌舞，想请大王闲暇时去清凉殿坐坐，换换心情。好，寡人今晚有空，晚上后去吧。是。这几日，那芈月在做什么？芈月这几日忙得很。其实这些曲子也是芈月帮臣妾选的，她在这上面费了不少心血呢。这就对了，女人嘛，习习歌舞，做做女工，其他的事情少操心才好。臣妾记在心上了。大人，魏国国君派使臣给大良造送来2马车珠宝细软，还有10个魏国美女。那使臣已经到了府上。魏国乃是我的母国，魏国国君3番5次差人送信来，想请我回国为相。但秦王对我格外倚重，眼下我在秦国也可谓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让我弃秦投魏，着实很为难。大人，您看这些礼物该怎么办？这礼物嘛，当然也不好再退回去了。但凡有能报答魏国国君的事情，我还是会做的。是。魏王仁厚，待我恩荣并济。秦魏联姻之事终究未成，魏夫人也未能扶正，在下一直于心不安。哈，公孙先生不必自责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魏王知道先生已经尽力了。先生以为张仪此人如何呀？张仪，小人也，贪财如命。此人在楚国之时，便因偷盗之罪，遭朝阳暴打。后来来了秦国，又妄图贩卖他的连横之说。可是他不知道，列强征战，凭的就是实力，只有一场一场的胜仗打下去，才有可能屹立于群雄之上。我以为先生不可轻视张仪，此人能被秦王看中，也确实有其才华。先生性情率直，还当收敛为是。秦王淫肆为人，不似孝恭厚道，先生乃堂堂君子，当防小人世间呐。当年我公孙衍离魏入秦，便是听说秦王知人而善任。如果秦王是个明君，倒也罢了；倘若有一天他变得昏聩无能，只听从小人摆布，那我公孙衍又有什么必要留在秦国呢？魏王就是钦佩先生的率性。先生如今在大秦朝中如日中天，但人无千日之好，花无百日之红。眼下当趁处女尚未坐稳后宫，尚未生下嫡子，先生应祝公子华早日登上太子之位才是，以免夜长梦多，变生昼夜。倘若公子华能立为太子，自然对魏国有好处。但是秦王知道，此前我一直力主将魏夫人扶正，阻挠秦楚联姻。如果此事我公孙衍再出面，恐怕事与愿违啊。公孙先生，此事别着急。那儿不还有一个贪财如命的张仪吗？张仪此人一向做事都是谁给的钱多，就给谁出力。我看不如这样，让魏夫人去找张仪，由他提议立嬴华为太子，我来附议。如此一来，不就水到渠成了吗？先生高明。姐姐，自从上次芈月被大王训斥之后，如今再也没有人敢提那符节了。
这一关我们总算是过去了。姐姐，眼下你应该把心思放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了。先生信上说，要我们先疏通好自己的关系，该打点的千万别小气。别的还好说，就是那个张仪，我们与他素无来往，突然上门求他办事，也不知道他好不好说话。不打紧的姐姐，那就是个贪财的家伙，我们多给他点儿不就是了？妹妹说的有理。这件怎么样？奴婢看王后穿这件红色的最好看。这件红色的是好看，但要是我说，这件杏黄色的更好看。妹妹，姐姐，这是宫里的绣娘们做的新衣。可不是，我让人给唐夫人、国美人和樊少使各送了几套，给你也做了几件，一会儿记着带走啊。多谢姐姐。眼下也就魏夫人和魏少使还没送。姐姐，还是给他们也送几套吧，免得他们有声闲话。我就是不想给他们送，你知道吗？这阵子他们一直与我作对。我跟你说啊，好了，就这样，你们把这东西都拿走吧。是。妹妹，怎么了，姐姐？朝中有人开始议论立太子之事了。一些人向那些擅长游说的客卿行贿，游说大王和朝中重臣要立公子华为太子。他们都是些什么人？那些游说之士，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游走列国，呼风唤雨，搅起风云无限。因此，让公子华当上太子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据说这些钱都出自魏夫人之手。姐姐还知道什么？听说魏夫人下重礼的人中，有那个最会游说的客卿，叫张仪的。怎么会是他？你当日被一群人抓走，大王就是派他去游说一渠的，用600车粮食把你换回来的。他的口舌功夫也由此在朝中有了名声。张仪对我有恩。是啊，我知道妹妹与张仪的交情，所以想求妹妹出马，让张仪千万不要帮错了人。此事重大，我不知道张仪肯不肯帮忙。人人都知道那张仪爱财如命，不就是送钱吗？魏夫人送多少，我们送多少，不会亏待她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张仪这个人看似无德无行，但实际上却是胸有丘壑，极为自负。他如果爱财，以他的能力，他只会自取，绝不会为钱财所驱使。如果单纯只是以钱财贿赂他，只怕会得罪了他，适得其反。那怎么办？姐姐别着急，既然这个人难以为钱财所驱使，那魏夫人的钱财也未必能打动得了他。过去我一直说不再与他来往，他却不以为然。看来他是说对了。变化无穷，各有所归，或阴或阳，或柔或刚，或开或闭，或持或张。是故上先生，有位宫中来的女子求见。审查其所行后，先生，多权量能，教其技巧。先生，有位宫中来的。我诵读之时，万物搅扰，我说过多少次？让他留下名帖就行。先生，他说他是先生的故人，来给您送礼的。送礼？对。故人？对。快请。是。哎哈哈哈！芈月，多日未见。张子。啊。礼呢？
你怎么两手空空就来了？啊，这是一袋晒干了的木樨花，蒸饭烹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，倍增香气。这一袋是茱萸子，随身佩戴，驱邪去恶。倍增香气啊，驱邪去恶啊，就这2样东西你就把我打发了？我到你这里来，还要请求你给我指点迷津呢。你这哪是送礼，你这分明是讨债来了。我还未张口，你怎知道我要说些什么？来，不就为了这个？张子是神人，难道你也听说了我被大王训斥之事？宫里刮点小风，宫外就瓢泼大雨，这事能瞒得了谁呀？你是过于心急了。大王做事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只可顺势而为，借力打力，莽撞只能坏事。可大王不信我说的话。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，信不信得看最后的结果。眼前的东西都不足以作为最后的定论。多谢张子提醒。好说。我还有一事，要请张子帮忙。芈月啊，这我可得说你了。你我虽说有交情不假，但交情是要交来交去方能有情，要不然就像花钱一样，一味使用是会花光的。这事张子先不要回绝，听了再说。听说最近有人花重金拜托张子行游说之事，对吗？不错。那有何办法能让张子放弃对方的托付？对方给多少金，你给多少金吗？这么简单？我仅仅闭上嘴巴而已。那要是请张子，不仅仅是闭嘴，而是要反向而行呢？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据我所知，魏夫人托付的绝不止我一个人，甚至更有位高权重的，如大良造公孙衍、甘茂等重臣。这事难办。我说了，这事难呐。天下事再难，也难不倒张子啊。张子只要答应了，王后那边定有重谢。不嫁不色，胡曲喝300禅兮；不狩不猎，胡张儿庭有玄环兮。比君子兮，不素餐兮。张子是真君子，绝非不劳而获之人。所以说，你这是答应我啦？只要王后给出足够的酬劳，张子就能摆平此次风波。聪明。那张子要多少酬劳？你说一个太子位值多少酬劳？500斤。我张仪没见过500斤吗？1000斤。才加了500。那要多少？5000斤。你这口也张得太大了吧？芈月，你糊涂啊！我若不向王后要足了重金，她怎会相信我张仪有如此非凡之能力？她又怎会知道你芈月出力游说之不易？我若不向她要足了重金，她如何能体会我倒汤赴火，历尽千难万险？她怎会对我心存感激呢？这话似乎有点道理。
张仪，大良造，今日大朝，你为何如此打扮？如此打扮，有何不妥吗？周礼四府早有规制，诸侯与其臣，皮鞭以示硕；朝服以日示朝。身为大秦臣子，应知冠冕朝服本为百官进谏、主君议政之服饰。你看看你今天什么样子？头无冠冕，蓬头散发。你眼里还有大王吗？原来大良造眼中只有衣冠，没有人品。如果穿戴冠冕朝服就能面君议政，那这大殿上保不准就会混进一些徒有其表、衣冠楚楚之禽兽。再者说，尊不尊君王，不在嘴上，更不在脑袋上，而是在心里。纯属无稽之谈。张仪，你这个家伙，行为放浪，言语轻狂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我张仪自然就是张仪，但不知在大良造眼中，我张仪是什么人呢？大王到！臣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好热闹啊！争什么呢？说来让寡人听听。大王，今日大朝，张仪军前无状，目无周礼，举止癫狂。大王明鉴，张仪并非癫狂，只是头痛而已。哦，张子怎么会头痛？张仪脑袋太重，戴不得冠冕，戴了就会头痛。这是何道理？因为装东西太多，所以张仪的脑袋太重。此话当真？微臣绝不敢在大王面前打诳语。张仪的脑袋里装的都是有益于大秦江山社稷的筹谋。大王，张仪完全是一派胡言。张子，你可不能光卖弄口舌，寡人要的是真格。既然你说你的脑袋比别人的重，寡人信你一次，但你要把你的筹谋一一拿出来，给寡人看看。一诺无辞。好，望张子言而有信，绝不反悔。从今日起，寡人就赐你免官上朝。但你也要记住，寡人要的是你脑袋里的东西，并不是你脑袋外面的东西。谢大王。大王，大良造，这官变之争，本是小事一桩，你这般计较，何苦呢？今日早朝，众卿有何事要奏？禀大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这几日想必大王早有耳闻，朝廷上下飞短流长，众人关注大秦社稷天下，纷纷议论大王应该适时立下太子。张子的话有理，立嗣乃国之根本。大王，臣附议，张子所言也有道理。后宫众公子逐渐长成，臣以为庶公子中
以公子迎华圣人一筹。而且公子华是大王长子，才思敏捷，厚德载物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再加上在大王的调教之下，百经历练，足以令众人心服口服。哼，众爱卿对此有何看法？大王，臣以为大良造之言切中要害，公子华文韬武略，的确不二人选。论人品才华，公子华出类拔萃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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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附议。这么说，你们都是众口一词了？非也，非也，并非众口一词。微臣方才没把话说完。那些劝大王早早立太子之说，纯属信口开河，胡扯八道。张仪，你为何出尔反尔？大王明鉴，微臣方才话没说完就被他们抢去了。在下的意思是，眼下大秦开疆拓土正值用人之际，过早立储，容易让公子们滋生懈怠之心，不肯再立军功。再者，大王正值春秋鼎盛，王后还未生嫡子，等王后生了嫡子，再议不迟嘛。大王，臣赞同张子之言。过早立储，若将来王后生下嫡子，则二子之间何以相处？先王后也无子嗣，有无嫡子，全赖天意。就算王后没有嫡子，也有更充分的时间让大王将诸位年长之公子多做比较。那些朝廷上下鼓噪早立太子之人，说轻了是别有用心，说重了是诅咒大王。望大王千万不要被他们蛊惑。张仪，你这个无耻小人！臣以为，张子之言虽然激烈，但的确有可取之处。既然立储为国之根本，大王还要严谨考量，给诸公子更多历练机会，慎重而行。大王，立嗣之事事关江山社稷，臣以为宜早不宜迟。大王，立太子又不是赶集卖货，没有早晚，只有时机好坏而已。张仪，你巧舌如簧，颠倒黑白。大良造，你貌似攻心，口是心非。你，我怎么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再争了。你们都是寡人的肱骨之臣。大良造用心良苦，张子也是担心节虑。若此事变为你们的意气之争，反而伤了众卿间的和气。寡人心里有数，立嗣之事就不要再提了。大王贤明。姐姐，你找我？妹妹，快来。妹妹，那5000金果然有效，恭喜姐姐。我听说张仪可把那个公孙衍气坏了。公孙衍下朝后对他的手下说，在秦国有他没张仪，有张仪便没有他。公孙衍恨死了张仪又有何用？那是大王做的决断。珍珠，王后有何吩咐？你去前面找木坚，就问大王今日会去哪里。让木坚转告大王，就说我亲手做了楚国的菜肴，想让大王来品尝。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再去准备一份厚礼。是。妹妹，你代我再谢谢张仪。是。妹妹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妹妹的功劳。你别往会院去了，以后跟我住一块儿吧。姐姐的好意，我本不应该拒绝，但姐姐知道，我有一个幼弟同住，实在不方便住进来。有什么关系？让他也过来一起住好了。听人说，男孩子阳气重，容易让女人怀上儿子。这个张仪真是太该死了，竟然坏了姐姐大事。是我小看了他，他竟敢拿着姐姐的会金，还反过来咬姐姐。他既然敢这么做，就说明他有恃无恐。
可他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客卿，连大良造都败在他手上。今后你我不得不提防他了。哼，绝不能这么轻饶了他，一定要好好想个法子教训他一下。暂时还不能公开得罪他。为什么呀？张仪此人心术不正，除了爱财，还觊觎大良造之位，所以不管大良造说些什么，他都要反对。但是此人舌辩无双，得罪了后患无穷。那不是叫人吃了亏，还不能抱怨吗？抱怨无用，要能使他为我所用才好。怎么说？我在想，他既然能坏了我华儿的大事，说不定有一日也能成就我华儿之事。夫人，公子来了。华儿，华儿拜见母亲。魏少使。华儿，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随司马将军进宫禀事，顺便来看看母亲。快让我看看。华儿，你怎么好像瘦了？孩儿结实得很。你可听说，前一阵子宫中议论立太子的事，大家都看好你。若不是大王听信了张仪的谗言，孩儿听说了。既然父王并不想即刻就立太子，母亲何苦要强求？可是论军功，论才华，这宫中无人能与你比肩。那母亲更不用焦急，让孩儿用军功说话。姐姐，公子说的有些道理。有一日，公子若拿下总统领左庶长，以此之名统兵打仗，而大王其余诸子不安兵事，姐姐你说，大王会考虑立谁为嗣？可是，一拖再拖，万一王后生下嫡子，皇口小儿怎能与国家栋梁相比？来，华儿，跟母亲好好说说话。怎么，张子早知会有今日？张仪做事自然要走一步看三步。会不会眼前这件事情，从头到尾也是你一人操纵？那倒不是。开始是魏夫人想要我游说大王立太子，我本无此意。可后来听说他向朝中多位重臣一一送礼，更有那公孙衍想拿我当枪使，我张仪岂能任人摆布？那魏夫人真是自作聪明。若是人人都求道，人人都答应帮忙，那若是不成功，岂不是人人都没有责任？没错，我张仪的心胸可以容纳四海，却也会分寸计较。我跟公孙衍不和，他想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他玩得动吗？其实，王后就是不求你，你也要把此事搅黄，对吗？敢问芈月，如今这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？大争之事，人人皆有争心，不争则亡。说得好。话说回来，后宫之争本与我无关。张子是侧室，要的是立足朝堂，纵横列国。不错，但后宫之事如果剑指前朝，我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。所以，张子不是收礼办事，你是在借力生事。知我者，芈月也。多吃点儿，吃饱了带你去透透风。你是谁？他叫黑。等一下，让我猜猜，你是芈月，是也不是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看你的打扮，不是宫女。去年宫里新来的就只有王后和她的3个应侍。我听说景氏和孟昭氏都不喜骑射，那么独自一人来马厩的，自然只有芈月啦。既然你猜着了，那也让我猜猜阁下是谁。刚进宫时，宫中的嫔妃拜会王后，那些嫔妃该见的我都见了。你的打扮
也不像是宫女。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，大王有一位善骑的小女，那就应该是你了，大公主。你好聪明，以后你叫我梦莹就好。你真是个爽快人，直爽人碰上爽快人，我们俩一定可以聊得来。走，骑马去，走。碰上我你可真幸运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宫里除了我以外，你是骑马骑得最好的女子。若没有我，你得多孤独。你从小就爱骑马吗？从我3岁的时候，我父王就开始带我骑马了。我觉得我父王是这世间最英雄的君王，总有一日，我父王会成为秦国扩张疆域最广的君王。也许吧。你觉得我父王如何？啊？我父王？我很敬重他。敬重？难道只是敬重？难道你就不想成为我父王的女人？难道你不认为我父王是个大英雄吗？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，但这些只是可敬不可进。何况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谁呀？是秦国人吗？他是楚国人，我们曾经相约要共度一生的。眼下我留在后宫，也是因为他。大王，楚国接连几次派使者前来咸阳，讨要商于600里之地，说是大王当年郢都求婚之际曾有承诺，但是都遭到大王拒绝，楚王因此怀恨在心。眼下楚国与齐国已经结盟，似有向我大秦动兵的迹象。看看，这个楚王气量太小，寡人一句酒后之言，他还当真了，索讨不休，还想拉着别人动手，打上门来。齐楚若是联手，我大秦即使举倾国之力，只怕也难以应付啊！司马将军，你何苦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人威风呢？甘大夫所言极是，我看不如就此机会教训一下楚国。大王，臣愿意带兵出征。大王，自商君变法，我秦国虽然国力大增，但毕竟底子单薄。这些年与魏、赵、义、渠等国连年交战，壮丁皆服兵役，耕地荒芜。尽管得到一些割地赔款，但收不抵支，都是靠秘密派出商贾向楚国和巴蜀等地购买粮食，才得以维持不闹饥荒。臣以为，秦国暂时不该再战，要养息休生一阵。若是他们打到家门口呢？是啊，楚离子，两害相较取其轻，我看这仗只好打了。谁说这仗就只好打了啊？大良造，你太爱动武了。张仪，怎么又是你来哗众取宠啊？我怎么哗众取宠啊？大家都知道，大王刚刚娶了楚王的妹妹，秦楚两国新婚燕尔啊！你说翻脸就翻脸，一点大国的风范都没有，不得遭到众国耻笑吗？难道张子想将我大秦国土拱手相让？那倒不是，大王得知道，这世上除了兵刃相见以外，还有一样东西更管用。那是何物？心智，以智取胜，强过100万雄兵。大王，这张仪所说的心智，不过就是摇唇鼓舌而已。好，张仪，既然你惯以惊世骇俗之语吓人，我且问你，如果我今日大秦不出兵，你有什么办法制止齐楚联合攻秦？我当然有。寡人愿闻其详。若大王恩准，我张仪愿只身前往楚国，拆散齐楚之盟，让楚国独木难支，不得不罢兵，如何？张子是说，
你愿出使楚国，不用寡人给楚王1寸土地，就可以让楚国罢兵。哎，大王，土地可以不给，我出远门总得带上些盘缠，你得给点钱啊！你不能太吝啬了吧？大王，您可得当心呐！有人爱财如命，万一此人骗取了大王的钱财，脚底抹油，一走了之，不见踪影的话，我们向何处去寻找此人呢？啊！你的心可真大呀，大良造！如果你真的断定今日张仪是夸下海口，那你我何不打个赌呢？啊，谁输了，谁就当着众臣的面，扒光了衣裳，一丝不挂的在大王的宣誓殿上跪爬3圈，敢不敢？好，张仪，赌就赌。好，大家都听到了。张子，大王也听到了。你愿意给我们作证吗？司马错将军为我作证，甘茂将军也在，还有大监，够了，还有大监。既然张子有此胆量，寡人就让你去试试。明日我起身，您就等着微臣的好消息吧。好，王后果然别具慧眼。这交房殿经过你的手，显得雍容典雅，面目一新。大王谬赞，臣妾不敢过于奢华，用的大多都是臣妾的陪嫁。这新添的陈设，颜色上多了一些缤纷，材质上用的都是楚国的绸缎绢丝而已。甚好。秦人向来崇尚简朴素雅，但有时难免刻板乏味。寡人娶了楚国公主，寡人的后宫也有了楚国山水的旖旎绚烂。既然交房殿已经整修完毕，王后也搬进来住了，不妨叫上宫里的嫔妃们一起到这里热闹热闹。是大王，臣妾感激大王对臣妾呵护有加。臣妾深觉能嫁与大王是自己幸运。那你就为寡人早早生一个嫡子吧。臣妾听说，大王甚为喜欢公子华。你是后宫之主，寡人所有子嗣都可算你的儿女，华儿也是如此。是，臣妾知道了。初离子跟我说起，当日收拾战场之时，曾有人捡到一个东西，打听许久，才听说好像是你的。母监。是。怎么了？这不是你的吗？这排箫是月妹妹的贴身之物。不管是谁的，物归原主，总归是佳话。是。对了，你那个妹妹最近怎么样？月妹妹喜欢清静，带着几个贴身的人一直住在慧院。臣妾也思忖着，那慧院破旧局促，想邀她与臣妾一起住，可她却不肯。那个丫头有点犟脾气，臣妾只好随她了。她要不犟，就不是她了。如今你是一宫之主，不能只顾姐妹情面，而由得她那爱闯祸的脾气在外面惹事。是，大王。好了，寡人要走了。慧儿，快来！好香啊！好香！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这2个小丫头跟了我们大半年，个头都长高了。你看，衣裳都见短了。给你戴上。可不是，好看。他们这身还都是王后上次让人新做的，不穿也可惜了。等我回去把裙边给他们放下来，还能凑合再穿穿。好看。王后的交房殿刚刚陈设好，
传话要我过去看看。你们姐妹情深，王后心里是有你的。魏夫人近来身体可好？好久没见了，真是把婢子惦记死了。夫人还好，你也知道，自从那新王后入宫，这后宫烦心的事儿就一日比一日多了。那个新王后就是运气好，要是当时能在武官，当心脚下。姑姑是否觉得那人的身高面容有些眼熟？在武官一环，我日日与那厨娘打交道，就算扒了她的皮，我也认得她。夫人，魏王派人送东西来了。拜见夫人，魏王让奴婢给夫人问好。有劳魏王牵挂。夫人，是我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桑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夫人认错了，奴婢是桑儿的妹妹慎儿。因为姐姐日夜思念夫人，刚好魏王要派人给夫人送东西，于是奴婢就讨了这个差事，替姐姐来看望夫人。你们这对双胞姐妹，从小就长得一模一样，辨认起来还真是有些难呢。既然如此，那夫人就把奴婢当作桑儿吧。武官事情败露，我让桑儿径直逃回魏国。其实在我心里，没有一日不挂念你的姐姐。谢夫人。这边再添2副席阵，我们带过来的漆器也拿过来摆设一下。是。姐姐，妹妹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快看，大王给你找回了什么？姐姐知道这是你的心爱之物，这拍箫失而复得，赶快收好吧。那日一群人拦截迎亲车队，鱼儿连性命都不打算要了，不想却还能将她找回来。当日妹妹替姐姐遭难，姐姐不会让妹妹白白受委屈，一定好好补偿你。你看，这交房殿修整一新，旁边几处的偏殿，妹妹可以挑选一处搬过来住吧。姐姐，眼下我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。我遇到了那个在武关给你下毒的厨娘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和魁姑看得真真切切，就是那个跑掉的厨娘。她刚刚从魏国来，替魏王给魏夫人送礼，此刻正在披香殿呢。可事隔1年了，妹妹怎能凭瞬间一瞥就认出是当日之人呢？我虽只是瞬间一瞥，但当日魁姑与那厨娘在厨房打过不少交道，定不会认错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那厨娘去披香殿找魏夫人，那正说明他们俩是一伙的。立刻动用宫中内侍，包围披香殿，抓捕厨娘，让她说出背后指使。没有大王传旨，擅自搜剿后宫，抓捕嫔妃母国探亲之人，这可是大事啊！舍不得孩儿套不着狼，姐姐再犹豫，机会就没了。不行，你的话乍听起来有道理，但细想想经不起推敲。除非你我有稳抓的把握，不然还是不要鲁莽生事的好。姐姐何时变得这样胆小怕事？大王不喜后宫有人生事端。上次妹妹为了符节，在成明殿已经被大王斥责，大王已然不悦了，妹妹又何苦要雪上增霜呢？当日那厨娘害得姐姐几乎丢了性命，我说什么都不能对她心慈手软，更何况害姐姐的人就是害子歇的人。
姐姐知道你报仇心切，但天下事进退有度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姐姐怕这怕那的，就不怕养虎为患吗？并非姐姐不愿出手，我是怕抓不着狐狸，惹了一身的骚气。王后大约也有她的难处，你毕竟是她的陪嫁应妾，若出差池，王后是要担干系的呀。明明仇人就在你眼前，你却拿他无可奈何。夫人，夫人，他们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？那个瘦女人好像要出宫。什么？慧儿呢？在那盯着呢。哼，我就不信邪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偏不让他在我眼皮底下跑了。月啊，走，真的不大王那评理，你抓错人。外面在闹什么？是芈月逮住了魏王给魏夫人送礼的人，说此人曾在去年在武关给王后下毒，被发觉后潜逃。魏夫人得知来抢人，两边闹了起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王，这女子是魏王派来给臣妾送东西的奴婢，芈月无理取闹，竟将我母国来人随意拦截侮辱。芈月与他无冤无仇，何苦要与他过不去？这女子明明就是去年在武关毒害王后的凶手。芈月血口喷人，这女子与王后从无交集，应将她指认为下毒之人，欺人太甚。芈月绝不会诬陷一个清白好人。去年我亲眼见到这女子扮成厨娘，在武关驿馆下毒，若不是女医治医术高明，王后就差点丢了性命。她只是魏国宫里一普通女婢，为何要千里迢迢去武关毒害王后啊？那就要问魏夫人了。你竟然将这脏水泼到了我身上，大王，臣妾实在冤枉，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就算这个女子真的谋害过王后，你硬说魏夫人是其主谋，到底有些牵强。芈月打探过了，这女子叫桑儿，宫中人人皆知，她曾是魏夫人的贴身陪嫁侍女，在秦宫侍奉魏夫人多年，与魏夫人十分亲近。可就在去年年初，王后临嫁入秦宫之前，她突然离开了秦宫，踪影全无。若不是事出有因，这突然失踪也太蹊跷了吧？你抬起头来，寡人记起你了。芈月说的没有错。大王，奴婢不是桑儿，奴婢是……大王，这桑儿绝非是芈月所说的下毒之人。魏夫人说的是，武关下毒之人绝非桑儿。芈月不会看错，当日谋害王后性命的人就是他。大王，芈月捕风捉影。去年年初，桑儿的母亲过世，父亲病重，桑儿是家中独女，我给了她些盘缠，便让她回魏国尽孝了。从此她留在魏国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此事在我皮香殿人人皆知，大王尽可派人去查问。大王，魏夫人打算害人，当然要将进退早早盘算好，找个口实还不容易。芈月这是处心积虑的，要陷害臣妾呀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，心里应当明白。大王，臣妾实在是冤枉啊！自打王后入宫，便一心想在宫中立威。臣妾帮着先王后打理后宫事务多年，被王后视为眼中钉，欲除之而后快。眼下，他又指使自己的应妾来陷害臣妾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来的正好，你看看，一边是你的陪嫁，说抓到害你的凶手；一边是魏夫人，说是被人诬陷的。既然此事是因王后而起，寡人想听听王后的说法。臣妾在武关确实被人下毒，事发后也向蒙敖将军通报，但因凶犯逃走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害你之人是这个女子吗？
当日，臣妾身在明处，害我之人躲在暗处，害人之人识得臣妾，臣妾却不知被谁人所害。那你以为下毒之事跟魏夫人有关吗？是，或是不是？臣妾不知。不知？这么说，你也是早有几分疑心了吧？入宫前，臣妾与魏夫人素未谋面。入宫后，我们是宫中姐妹。魏夫人该不至于对臣妾下此毒手吧？王后不可姑息养奸。若不是魏夫人，那勾结一群人拦截王后迎亲车队的是何人？那一心想要王后性命的又是何人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拿出证据来。芈月，既然你指认这个女子下毒，你可有凭证？当日这女子从我们手中挣脱逃跑，被魁姑追上咬了一口，一定会留下印记。大王，可让人查看她的手背。哪只手？回大王，该是左手。母监。是。怎么？回大王，没有伤疤。哎，不可能！大王明鉴，臣妾一生清白，却被人诬梁为盗，此刻水落石出。大王，你可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啊！芈月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下毒的人明明是他，手背上怎么一点印记都没有啊？你说呢？那下毒的人是他，又不是他？芈月，你胡闹够了没有？依寡人看，此事自始至终都是空穴来风，只是你芈月无事生非，无中生有。你把寡人的后宫搅得鸡犬不宁，如不重责，难以服众。大王，芈月犯错都是臣妾管教不严，求大王开恩，让我把她带回去，好好教训。王后向来仁厚，小责小罚，却不能让芈月长记性。寡人罚她从明日起接连10日申时和酉时，给后宫花园打扫路径。不是姐姐怪你，今日之事，妹妹真的太过莽撞了。我是怕那真凶跑了，就再也抓不回来了。可如今抓错了人，反倒让魏夫人他们无理变有理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那张脸绝对不会认错，怎么竟然不是他？好了，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。大王罚你在后花园扫地，让别人看了笑话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扫地，总不会比擦洗高堂台的台阶更难吧？你呀，太阳那么毒，芈月在后花园扫地，不知有多辛苦。珍珠，你再让御膳房做些绿豆汤，我们给芈月送过去。是。王后真是心地纯良，芈月整日在外面给王后招惹是非，王后不仅不责怪，还要送绿豆汤犒劳她。昨日在承明殿，月儿是为了给我出头，才被大王斥罚的。说起来总是内疚。
王后诧异，芈月不过是王后的陪嫁应妾，她一向张狂，自行其事。王后若不对她严加管教，约束言行，今后还不知道要闯出什么祸事来。姑姑，这是我与她的事，和你们无关。王后，别再说了，再去给我盛一碗。是。妹妹，妹妹，你这巧手，一刻也不肯闲着。不必多礼。两位姐姐悄没声的来了，倒吓了我一跳。我们若不进来吓吓你，你恐怕又要在这儿绣上一整天吧。身子沉了，人也懒了，好在手还能动。再说了，这小衣服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。你没听御医说吗？身子沉了，更要出去走动走动，等日子到了才好生养。说是这么说的，只是老一个人逛这宫里的园子，也怪无趣的。所以今日我们才到你这里来，就是为了陪你逛园子的。走。哎，姐姐，外面太阳这么大，晒得人昏头昏脑的，不去也罢。妹妹难道没有听说，昨日大王下旨，说是在后花园里添了个稀罕的好景致。咱们要不敢去啊，怕是会错过的。什么好景致？此刻不能告诉你，你随我们去看了便知道了。走吧。